秋功過，問誰決定？末世紛亂，坊間出現越嚟越多自稱擁有超能力嘅人。其中神打聲稱施法之後會神功護體，刀槍不入。不過觀眾千祈唔好亂學啊！呢種表演原來曾經都吸引江湖人士、紀律部隊人員去學嘅。有一次神打儀式進行嘅時候，就發生恐怖嘅流血事件，完全因為一位年輕警察嘅出現。咁究竟現場發生咗乜嘢不可思議嘅事呢？呢位年輕警察背後嘅神秘力量又係邊個呢？呢位就係後生仔警察曾象賢。佢今年已經86歲，身體仍然好 fit。要知道神打嗰次點解會發生流血事件，而曾 Sir 背後有咩力量，咁就要先聽下故仔。上世紀60年代嘅香港，生活艱難，失業嚴重，治安欠佳，黑社會猖獗，販毒、賭博、色情、綁架、搶劫到處都有，貪污風氣嚴重。警察同黑社會同流合污，竟然向平民百姓收取保護費。明明話好仔唔當差，咁點解曾象賢仲要去做警察呢？因為屋企窮，我就跟爸爸去咗佐敦谷嘅石礦場嗰度做嘢啦。咁原來我發覺咧，喺嗰個石礦場嗰度咧，有啲嘅人喺度販毒同埋吸毒嘅喎，所以咧我就去九龍城警署去報案。咁報得幾次嘅時候咧，嗰個雜差同我講啦，佢話不如你當差咯，你自己保護你自己啊。咁就去咗當差咯。如果係一時嘅正義感，的而且確好合理。但係曾 Sir 當時身處係烏煙瘴氣嘅警隊當中，喺其他同僚眼中，佢自命清高，唔肯同流合污，篤眼篤鼻。到底佢背後又有啲咩靠山呢？我向英華書院小學畢業之後咧，我冇機會讀中學，但係我喺小學個裏邊咧就諗起咗一位創校嘅宣教士，佢就係響外國嚟嘅馬禮遜宣教士，佢將教育同埋宗教嚟到香港，就算你好窮，冇讀過書，冇宗教信仰，只要你係有讀書個心志咧，佢都收你，甚至關心我屋企人。點解一個外國人嚟到中國嘅地方，用無私嘅愛心去愛每一個人呢？後嚟我返咗教會嘅時候睇聖經，知道原來呢班宣教士咧係有耶穌基督嘅愛心喺度，心裏邊咧有神嗰個靈住喺佢裏邊，所以佢用呢個愛心去愛每一個人啊。因為咁嘅緣故，我就信咗基督教。曾 Sir 自從信咗耶穌，相信生命係上帝賜予，只要堅心倚靠佢，必定會得着最大嘅祝福同保護。喺30幾年警察生涯當中，曾 Sir 抵受試煉，唔肯同流合污收受賄款，但係卻屢破奇案，更遇上驚心動魄、匪夷所思嘅經歷。有一晚當夜班嘅時候咧，有一隻哇啦哇啦，即係電傳仔咧嚟到尖東有一個荒廢咗嘅碼頭上岸，咁我於是咧截停佢，佢揸住2袋嘢同埋一個篋，佢話裏邊呢度咧有一啲嘅錢，我俾一半你，你俾我過你嗰關。佢一打開個篋嘅時候咧，裏邊有一沓500蚊紙，揼到滿晒。咁於是我話我而家夠證據啦，我拉你，因為你賄賂我。咁翻到差館嗰時咧，成間差館震晒，唔止咧通知到警署嘅副處長都翻嚟。原來咧嗰啲錢有幾十萬，同埋嗰2大袋咧係濃度極高嘅可樂英嚟嘅。咁我落簿嗰陣時候咧，咁有一個 CID 嘅總督察，佢話：你知唔知道有幾錢？你攞咗啲錢之後咧，你唔使去當更噶啦，你可以享成世嘅。咁咧，我講俾佢聽，我話呢啲係貪污嘅錢嚟喎，你叫我去貪污啊？咁佢話：你出去。咁自從呢次之後咧，咁差館啲人咧就叫我個花名叫做黐線8，因為我個 number 係8字尾嘅。好難想像咁堅守原則嘅曾 Sir，當年係點可以生存到嘅呢？呢個人嘅出現，你哋覺得有啲乜嘢意義呢？
香港警察隊其中著名嘅部隊之一，警察機動部隊，簡稱 PTU。佢嘅前身係警察訓練分遣隊，英文稱為 Police Training Contingent， 簡稱 PTC， 喺粉嶺軍營作為訓練基地。上級揾咗個警員呢，就係玩神打嘅。佢攞咗把刀，自己喺度念咒啦，揼一揼個地下。後嚟佢攞住呢把刀自己斬自己10幾下，但係咩事都冇喎，淨係見到一條一條嘅痕跡嘅啫。咁佢行到我面前嘅時候咧，見到我十字架，佢打個冷震，跟住把刀跌咗地下。佢再望一望佢自己嘅時候咧，啲血噴咗出嚟，甚至咧我身都有嘅。咁然之後咧，佢暈咗啦，實字車咧就送咗去醫院。我哋有幾個上級啦，問佢：你咁多次玩都冇嘢㗎？佢話唔知點解。我行到黐線伯嘅面前，見到我十字架，佢覺得佢身上所有嘅力量咧就離開咗。咁跟住咧覺得好痛，咁就暈咗啦。咁醒咗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喺醫院啦。呢個世界宇宙裏邊咧，其實咧係有兩股力量嘅。一股力量咧就係嚟自上帝聖靈，係聖潔嘅力量；但另一股力量就係嚟自魔鬼，係一種邪靈嘅力量。當佢遇到耶穌基督嘅時候咧，邪靈嘅力量咧就會係消退。咁所以對於基督徒嚟講，好感恩，因為我哋係有聖靈、有上帝嘅力量保護住我哋咯，就唔係靠邪靈啊，靠一啲靈界嘅力量去保護住自己咯。警察配槍一向係警察第二生命，如果被搶走或者唔見咗，對警方、對市民都係一件又嚴重又危險嘅事。曾 Sir 又點會唔知啊？喺一次互槍事件裏面，佢差啲性命不保，仲有機會終身殘廢同破相添。我撳住支槍唔肯俾佢嘅，咁其中有一個咧揸住一把刀，拮咗我3刀。每一下拮嘅時候咧，佢都話：你我放手啦！如果唔係呢刀冇命噶啦。咁我唔肯，繼續唔肯。最後嗰個對中一刀接雲正嗰度，好痛啊！於是咧手就鬆開咗。咁俾佢搶咗支槍啊！成個身都係血人咁嘅，我就暈咗喺度啦。同我聯針嗰個醫生咧，佢話：你中咗4刀，啱啱嗰4刀嘅神經線咧斷咗。佢話你一生你個嘴咧會歪埋一邊嘅。我同我嗰個醫生講：不如我祈禱先啦。佢話：哦，乜你嘅弟兄嚟㗎？我都係啊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亂咗之後咧，大約喺6個月當中咧，我嘴都係歪嘅。我禱告，我話神啊，我會向唔同嘅人去傳福音，我有一個好好嘅儀容。後嚟咧就俾翻個嘴正翻俾我。咁後嚟咧就大約1年後咧，我嘴慢慢，好似而家咁樣，係咁靚仔啊！雖然經歷生死，曾 Sir 並冇忘記做一個正直好警察嘅初心。對於呢個唔肯收黑錢嘅基督徒警察，成個警局上下開始杯葛曾 Sir。一啲俗稱豬頭骨嘅辛苦工作，譬如守水塘、巡山徑，都分配俾佢。不過，曾 Sir 好明白，最大嘅獎賞唔係嚟自地上，而係上帝對佢嘅祝福。有次咧，我喺村巡落嚟收更嘅時間，咁個處長咧就同我講啦，有一個行山人士咧，發覺喺白水灣嗰個附近咧，見到有成100棵嘅大麻種植喺嗰度。我同埋我2個同事咧，去到白水灣就好黑噶啦。咁其中有一個同事咧就：曾 Sir 啊，不如我哋一齊祈禱啊！如果唔係天黑，我哋揾唔到噶啦。當我開始咧同嗰2個同事一齊祈禱嗰陣時候咧，個心裏邊有個聲音，佢話：大麻需要好多水分嘅。點解我哋唔去啲有水源嘅地方去揾呢？咁咧，我哋去到似乎有溪澗嘅地方，跟住個溪澗上去唔到10分鐘咧，就發現咗有111棵嘅大麻樹。如果你唔行到埋去咧，都見唔到嘅。我覺得好奇妙啦！點解我哋可以揾到呢？曾 Sir 破完毒品案，又破大麻案，遇劫匪搶槍，俾刀拮傷又唔死得。上帝嘅作為的確奇妙。對於好似包括曾 Sir 嘅呢類基督徒警察，喺當時嘅警隊，上帝有咩驚人智慧嘅計劃呢？曾 Sir 從50、60年代走到香港經濟空前繁榮，見盡社會嘅黑暗，全靠信仰帶領住，先至能夠堅強面對排擠、不義等等嘅挑戰。但係喺警隊裏面，仍然有班有良知、唔願意同流合污嘅警察。
由於冇信仰嘅幫助，佢哋心靈上有幾無助。呢種黑暗力量，甚至有次仲喺曾 Sir 手上奪去咗一個靈魂。因為我喺度基督徒，我個開心咧就係神住喺我心裏邊。我每做一件事咧，我要對得起佢。有一個景目兩畫嘅，佢話冇錯啦，我就想要呢啲快樂。你可唔可以介紹我咧？我話你跟我翻呢個堂啊。佢話好，但係佢有好多做警察嘅問題，所以佢過嚟之後咧就冇去啦。咁我又唔知道喎。後嚟過咗年幾之後咧，佢喺佢自己住嗰層樓咧跳樓自殺死咗。我好傷心。點解啊？佢嘅死訊咧，令到我覺得神將呢個靈魂交咗俾你，做咩你咁輕易丟失咗佢？所以我喺嗰年裏邊咧，我將我生命再一次交俾神。我要做一個傳福音嘅警察。警察係我嘅副業，傳福音係我嘅正業。如果能夠警隊可以成立團契咧，就對一班基督徒嘅警察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支援。奇妙咧就係上帝帶領啦，我哋認識咗另一位嘅牧師，佢又認識幾位警察喎。結果咧，我哋兩位嘅牧師咧就係喺1979年就開始我哋第一次嘅聚會。見到咁多基督徒嘅警察出現咧，我哋不如正正式式咧就同警務處長去申請成為一個嘅合法嘅團體。其他嘅同事咧，佢話建立一個基督徒團契咧就冇可能嘅。咁後尾我哋向當時嘅警務處長 Mr. Henry 去申請，一個禮拜之後咧准許我哋成立。我哋好感恩呢個 Henry 警務處長咧，都同我哋喺一齊舉行呢個以樂團契嘅成立典禮。警隊服務社會，維持治安，但亦都要面對生命威脅。喺以諾團契裏面，基督徒警察唔單止為自己、為同袍嘅平安祈禱，彼此安慰、鼓勵，更會為整個香港嘅平安禱告。除咗裝備之外啦，其實我哋嘅心靈都好重要。人嘅最大嘅保護咧，就係能夠喺個心裏邊有上帝嘅存在。我哋試過，特別我都會試過一啲遇到好危難、好緊急關頭嘅時候，除咗我身上邊嘅裝備之外，嗰剎那心裏邊嗌耶穌救命咧，反而係令到呢件事情係得到解決。所以我絕對相信，我哋人生最大嘅保護就係只有我哋定睛仰望耶穌，去依靠神。其實我哋個心靈都好脆弱，但係如果當我哋有上帝嘅時候，我哋都相信呢個上帝係佢嘅拯救嚟。大家都可以反思，喺我哋生命中，誰是最大嘅保護者呢？我靠着神嘅力量，後嚟我做咗警察，無論遇着咩嘅困難同埋阻力，我都依靠我嘅神去行公義、好憐憫，直到今日。